第一次嚟到新華揾唔到地方，等我用1分鐘帶你哋行運中心嘅每一層。咁我哋中心總共有6層樓，首先係1樓呢，就會係我哋嘅文化交流大廳，同埋我哋嘅港澳特色餐飲。咁2樓呢，就會係我哋中心嘅一個展廳，展廳除咗介紹我哋中心嘅一啲發展歷程之外，仲有介紹咗我哋嘅進駐企業。咁3樓呢，就係我哋嘅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呢度最主要俾一啲想發展音樂同埋藝術嘅港澳青年一個交流平台，呢度仲會有培訓室、舞蹈室同埋我哋嘅小型表演舞台。咁4樓呢，就會係我哋青創企業嘅辦公空間，呢度最主要呢，就係一個一個嘅辦公室為主。咁5樓呢，都係我哋青創企業嘅辦公空間，咁呢度除咗會有一啲獨立嘅辦公室之外呢，更加多會有一啲開放式嘅共享工位。咁我哋每一層呢，都有免費共享嘅會議室。咁6樓呢，就係我哋嘅行政支援中心，大面積嘅辦公室同埋我哋嘅會客廳。咁中心嘅介紹呢，就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有更加多嘅疑問或者想嚟中心睇下嘅話呢，咁歡迎大家隨時私信聯絡我哋。